位伫加勒比海的英国属地安吉拉哦，因国家的网络名都是 Dark AI， 所以成袂少 AI 公司是专工去安哥拉来注册网络。去年一档哦，因靠网址就赚10亿的台票。英国伫加勒比海的海外领地，同时也是接受欧美国家欢迎的度假胜地安吉拉。这2年因为人工智慧科技的发展，到安吉拉的顶级国家网型名字就是 .ai， 也互安吉拉去出租国家顶级网型名字，赚真侪钱。不过当地政府初步认为这是长久的好办法。But you can't predict how long this is going to last, and so I don't want to have our economy and our country and all our programs just based on this. 安吉拉伫北大西洋甲加勒比海之间，总面积91平方公里，总人口差不多1.6万人。安吉拉1995年迄时阵被分配到的国家顶级网型名字就是 .ai。根据安吉拉政府的数据，透过网站名的拍卖，赢得到140到数千美金不等的收益。2023年，安吉拉政府为这费用当中赚差不多3200万美金，合代表超过10亿，占当地政府收入的20%。虽然在回答顶晶片大厂的带动之下 ，AI 科技继续发烧，安吉拉政府希望用更加实际后者的度假胜地，加做人工智慧公司的重点。And we don't have any specif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anies yet, but that is one of our goals, is to make this a hub. 其实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因为国家顶级网校叫做 DMTV， 每年也安尼赚数亿台票。目前，安吉拉政府靠国家顶级网校的名，赚来经费用在扩大机场、老大人免费医疗、甲职业学校培训。安吉拉政府表示，将来毋想过点 AI 网校会有这种能力。虽然有个人讲这是意外之财，不过安吉拉当地人讲这是上帝对因的微笑。那注册数继续升悬，有个到2050年，安吉拉一年应靠点 AI 赚超过23亿台票。公司新闻，景元庆编译。